好，咱开始来读吼。1643年，1643 5月15内底所记的这个叫啥？大工啦 ，Simon Cornelius 所写的伫个淡水的日记吼。淡水的日记，咱读到毋是 Cornelius 是中尉 Thomas Peddle 吼，伫淡水所新造的这个 Antonio 社报所写的日记。咱昨读到11个初9吼，过来所讲吼。1642年11月10号吼，中岛建地指挥官阁下带领132个军营，包括着军官甲士兵，坐4只篷船哦，迄只大领港船。伊阁下坐即只大领港船吼，以及快艇阿克斯路号的小艇出发，航往台湾。好天透东南风，有持续的微风。到要暗嘛时阵，已经驶出世界了吼，驶出世界。世界就是 vision 吼。你会当看到的所在吼。上述建地指挥官离开了后，中尉佩多以即个称作安托尼奥的城堡的最高指挥官吼。到建地指挥官，哇，伊名我都袂记吼，真正定读着。建地指挥官去台南出差嘛吼。所以即马即个中尉佩多算只即相关的指挥官吼，伊就命令甲城堡附近士兵所有的草厝吼，拢弹到远去吼，并且命令炸竹来城堡头前吼，以便各处使用。但是甲迄寡茅草吼，继续放踮遐吼，要放到风向转入城堡的时阵，就要甲放火烧掉吼，惊讲会引起大火灾嘛吼。好，到这11月11号，中尉遵照建地指挥官阁下命令甲承诺。送100罐的西那麦仔酒，互即个城堡的士兵，互因会当欢喜快乐。不过嘛，维持着真好的秩序吼，所以一切拢过了真顺利，度过欢喜快乐的一天吼。Party time 对了，今仔日11月12。好，11月12，有几啊西那人载运600支的竹仔落来，中尉命令因也爱阁运大批竹仔来，并且爱紧转来吼。嘛严肃来命令即寡西那人讲，爱甲顶面的居民讲吼，叫因去找找迄寡逃走的卡克卷人吼，找着了后，爱含翻译员巴老。同齐甲因带来遮交互阮，嘛爱甲即个代志通告其他的西那人，叫因讲认真去找迄寡人。今仔日这附近吼，伫个内陆方向的几啊村社吼，几啊居民吼，炸一寡鹿仔肉、鸡吼，含其他真鲜的食物啦吼，新鲜鲜的食物来到即个城堡下面要来交易。含因接触以后，中尉想讲要因提说讲，就是要按照建地指挥官阁下所留来互阮的草本吼，
含迄寡居民来制定条款，用来互因来填证因的土地互阮呈赠送啦吼，呈上赠送安尼吼，填证或者叫他填证因的土地互阮，然后就要来管理因，但是无人会当含因交谈，因为迄个翻译员拍算还佫是秘伫咧顶面吼。即个顶面毋知是指啥物所在吼，我哋就是秘起来吼。因此只好来甲即个搁置这件事了吼，即样代志就放一边了吼。互阮感觉真遗憾，中尉就赠送因一包薰草，因又搁转去因的村舍了吼。11月13，迄个名叫做瓦迪的翻译员吼。3、2章敢若无来吼，我大约简单讲一下吼。咱读到即个1643年5月15日时阵呢，结果呢内底插一篇即个伫咧中尉的即个 Thomas Peddle 吼，伊所写的日志。即篇日志呢，对1642年11月开始写到1643年的5月8号，因为即篇日志是5月15号嘛。为什么有即篇日志插伫内底？因为当然是因为迄个，我看嘛是写讲，就是伫即天因收到对淡水遐来批嘛，来批可能是有附即本日志吼，所以即本日志就抄伫遮吼，规半年的日志抄伫遮，所以咱即摆已经读到即个拄则讲是11月11号吼，不，11月12号啊吼。好，咱继续读吼，11月13，迄个名叫做瓦迪的翻译员改动某物社啦吼，空白无写吼，社名无写出来。改动某物社诶，几个居民转来，带来一寡鸡、鱼，含要为着中尉要做一个厨仔诶，即个杂木吼，一寡杂木啦吼，就是一寡绿个熟个诶茶啦吼，无写啥物茶吼。中尉就问即个翻译员吼。为虾米去遮尔久？嘛捌命令伊讲爱甲新仔人含其他人讲吼，爱为军队炸一寡食物来。阮就将因当作朋友，含因交易。为虾米拢无人来吼？即个翻译员回答讲，伫咧间谍指挥官阁下还阁伫即个所在期间，因为会惊，所以毋敢前来吼。但是一听讲伊已经离开吼，即个中尉 Thomas 留踮咧遮吼，因就来啊吼，甲伊当作是因的老爸吼，当作老爸吼。问因讲，迄个新仔人敢有甲因讲有12个逃走的卡客卷人吼，爱因来协助吼，找找即寡逃走的人来带来互阮。即个是阮特别命令迄寡新仔人爱甲恁讲的代志吼。甲即寡原住民讲的代志吼，因回答讲无甲因讲吼，意思讲因毋知影啦吼。即寡生仔人实在是可恶，敢若会制造纠纷吼，互公司甲原住民的关系损坏去吼。此外，阮上述的居民宣读间谍指挥官拉莫西斯吼，拄则咧讲即个间谍指挥官名袂记，就是即个拉莫西斯阁下，然后踮咧处理指令内底所有的条款吼，阮即寡原住民来宣读吼，并且经由中尉来因的头领来说明，就是讲首先要甲因的土地填证送互阮啦吼。
对即个要求吼，因答应讲会照办，并且答应讲明仔载要带亲王旗来吼。所以呢，中尉就赠送因一匹蓝色的空眼布甲3包薰草，因就带着迄寡物件转去。中尉捌命令因讲，爱甲因的杂物带来市集遮卖吼，加加是2-3工吼。对此因拢讲好，嘛有答应会甲阮伫个树林仔内底行马路的士兵拢带了转来遮吼。1642年11月14号，透早有4个居民来遮吼，请求阮士兵莫伤害因吼，所以阮就以正当的理由甲因讲，迄只是偶然发生的代志尔吼，并且命令即寡人吼爱运50只的即个艋舺的竹仔来吼，就是50摆啦吼，即个艋舺的船爱来去吼50摆吼。对此吼，因答应会照办吼。好天11月15日早起晴朗无风的天气，有2个生仔人用一只竹牌仔载300支竹仔落来，因随又搁转去顶面哦，即只顶面是咧讲淡水河的上游的所在吼，要去载运搁较侪竹仔来。中昼的时阵，有马龙社的3个居民翻译员瓦迪奥来阮遮讲，因为因得悉中尉 Thomas Pedro 老店的处地，所以因自愿来吼，并且讲会伫咧2-3工内停净因的土地，并且带食物来。11月16，好天，透北风。因此派人甲城堡附近所存落来的草拢甲烧掉。有6个武流员社吼 ，Panoran 啊，武流员哦，有啦，是一寡字根啊。有6个武流员社的居民吼，摕一面白旗和翻译员巴老来遮。带几丛果树吼，果树栽啦吼，果树苗吼，果子树的树栽吼，要来正当的即个位啊，作为革命的标征吼。阮按照伫过人制定的条款，会当伫今仔日或者是明仔载指示因所该做的代志，并且将因纳入阮的属下吼。该条款的草本见地指挥官阁下老店的处地吼，因已经明白该条款的内容，嘛答应讲要遵守该条款。上述的果子树栽吼，有2粒柑仔树，有2丛柑仔树栽吼，2丛柠檬树栽，2丛金蕉树树栽。因并且将即寡树栽吼正当的处地，树苗搁咧树栽啦吼。我自细汉是知影安尼讲，我看嘛查一个词典。树第一声，栽第一声。我无呢。我查即个大理大词典吼，有花栽吼，花栽就是花的苗吼，花栽吼。
鱼栽就是鱼苗吼，所以鱼嘛会使叫做鱼栽啦吼。活鱼栽、养饲鱼栽吼，药鱼栽。药鱼栽就是定定咧药动养饲鱼栽的迄个容器吼。囡仔栽就是细汉囡仔剑吼，囡仔栽。但是写讲这是有轻视的意思吼，囡仔栽。移栽就是移植嘛吼。有栽，有草的栽吼。地栽就是地的苗吼。好啦，树栽当然就是树仔的苗啦，树苗吼。伊无收啦，但是这意思绝对是对啦吼。好，咱转来哩一只吼，读到倒位啊？哦，读到遮吼，因已经明白该条款的内容嘛，答应要遵守该条款吼。这是讲迄个6个武流原社的原住民来遮建迄个中位嘛吼。上述的即个果子树栽有2粒柑仔树，有2丛柑仔树栽，2丛即个柠檬树栽，2丛金蕉树栽吼。因并且将即寡树栽种伫咧厝地吼。即寡居民讲，因嘛要来对西仔社和北岛社吼卖米，因为种米毋是因的习惯，只有因必杀的人无咧种米，而淡水的人是四季拢有咧种米吼。米袂使讲种米啦，即个翻译的人吼是无做田吼，种稻啊尔吼，无人咧种米啦吼。米是去挖出来吼。挖出来就是磨出来的，无人咧种米啦吼，种稻啊啦吼。好，翻译的人无做过田，毋知啊吼，毋是庄脚人啦吼。讲因只有因吼必杀的人无咧种稻啊吼，而淡水的人拢四季都咧种稻啊。因此呢，武流原社的人就是即个必杀的人吼。拢爱来因卖米吼，卖米就会当就讲会通啦吼，可能是画好啊吼，画好诶册啊，画好。此外，要命令因吼爱再运50只厝，就是50次吼，50只次吼，50只厝诶即个网价会得啊，就是爱再甜甜诶得啊落来吼。并且爱甲即个代志传令互其他的村社，问因讲为何其他的村社酋长无爱来？回答讲，因日常拢伫咧田里咧收割因的稻啊，并且特别探听迄寡逃走的较可前人的消息，但是因宣称迄今拢犹未看到吼，因此搁再一次命令因即件事。因就拢做因的准离开咯吼。11月17日，好天早起翻译员活到带领3个摩老社的头目来处地吼。摩老社有注卡第7号，编号第7，我看卖是啥物件？哎呀，我这一揪落来吼，位面拢是空的，因为伊爱需要时间吼。注卡第7，摩老就是摩扫、基马扫，汉语写做毛扫翁社，毛扫翁吼，毛就是毛发迄个毛吼，扫就是加少迄个少吼。翁就是老翁、富翁的翁吼，毛扫翁社吼，伫个即嘛台北市树林迄甲，
无啦 ，OK。转来你几只？我即么拖起来嘛是爱等足久，因为即篇实在太长诶，半日遐写做一篇吼。第7嘛吼，第7伫倒位啊？哦，11月17好天吼，透早翻译员活到带领3个摩老社的头目来处队吼，树林遐啦吼，因带一丛金蕉树栽，一丛柠檬树栽，柠檬树栽吼，要来正点的处队。作为听证因的土地互阮即个象征啦吼，因的人归顺阮的表征吼，也爱遵守和其他居民制定的共款的条款。即寡条款经由翻译员来甲因讲，因为伫国人因无听证土地吼，这是第一道听证吼，所以因之所以爱等遐尼久。就是因为真无用吼，其他居民大部分拢还搁咧无用伫咧挂稻仔。中尉就赠送因2包薰草，并且问因关系着逃走的较可怜人的代志，但是因拢宣称讲迄今拢无看到因，也无听到因的消息，所以伫咧重新命令因爱甲即寡人带来互阮，也命令因爱运来50只厝。即个网价会得来代志，即寡因拢答应照办，并且明仔载可能就会搁来吼。下晡嘛有6个居民带一寡杂物来，因为无翻译员同齐来，无法度通交谈，真可惜就互因离开哦。不过已经尽可能来因规说爱和翻译员活到同齐来，以便和因交谈。我摕只水，我 break 一下。呀，滚水吼，等下再过来摕滚水。好，11月18号早起，又阁有3个活龙社的居民和翻译员活渡吼，同齐来阮遮，带来一丛柠檬树，一丛即个奶枝树吼的树栽，和一丛酸果树栽。酸果树毋知啥物是酸果吼，要来和厝地其他的果树吼种做伙，并且甲阮讲，因村社已经派出20个人去山里吼，山谷里或者是礁石中间吼，可能会有人秘的所在吼，拢去遐找吼，找迄寡逃走的较可怜人。其他村社的居民也安尼来去找吼，并且命令因去甲因即个还未来过阮遮的其他村社居民讲吼，甲因讲嘛爱来厝地吼，并且要赠送因1包薰草了后，就互因转去咯。今仔日伫即个城堡头前用竹啊。做了一个做一个城门吼，我来摕水。
好，11月19号一直到下晡拢是好天，然后开始透强烈的东南风，无特别的事。11月20昨昏也搁咧透强风吼，但是透早吼就完全无风去咯。中昼过了无偌久，阮就送一张被去归人吼，美乌尔哈罗西吼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人名吼。有2个仙仔社居民吼，其中一个名叫做三哥啦吼，以及士兵 Jules de Font 吼，同齐送去。迄个士兵带着伊的步枪甲一支短矛啦吼，因为伊会晓讲西班牙语，就命令伊爱沿路来询问居民的习性、道路。小径吼，小径是啥啦？路径第二声吼，我查一下吼。径应该是第三声吼，对，小径吼。就是命令，因为伊晓讲西班牙语嘛吼，就命令伊爱沿路去询问居民的习性、道路小径吼、河川甲其各地情况，尽可能来观察吼。伫个转来时阵来提出报告。好，这是11月20，11月20早起落雨。下晡，翻译员挖到带2个仙仔社居民来，其中一个名叫做科基拉，吼，是因的头目当中的一个。伊来听证因的土地，并且带来一丛柚仔树，一丛柠檬树栽，2丛即个金蕉树栽，吼。其实金蕉树栽袂使叫做金蕉树啦，吼，香蕉树啊，这是毋对的叫法吼。金蕉毋是树啊，吼。即个翻译的吼，对庄脚无了解吼，就若敢若我对即个渔村无了解共款吼。金蕉栽就好啊啦，吼，免树栽啦吼。甲即寡树栽种伫咧厝地吼，因的村舍有15个野人吼，野人有注脚地站，我都袂看，毋知啥物意思吼。有15个野人边仔出去找找吼，逃走的较客卷人吼，因此呢就送因一包薰草。风开始对东北风增强起来，有蒙蒙啊雨的天气。11月22吼。早暗透大风，又搁落雨，特别是要天光的时阵吼，更加是风雨大作吼，地壳米拢完全淡去。因为迄个米仓吼，坐伫咧即个城堡上受风的角吼，上受风的迄个角落触角啦吼。用薄薄仔的草去盖厝顶吼，因此呢，四季漏水若毋是及时发现吼，用来拆落来即个旁船的草棚吼，赶紧甲盖起来吼，情况会搁较严重吼。一般吼，你若是稻仔挂来了后吼，拍做。甲迄寡顶头迄骨枝啦吼，拍吼，叫做切啊吼。一般切啊是拍打过，所以其实是拍打过，但是会个爆硬袂吼，我袂记啊，真正袂记啊。应该嘛是佫会啦吼，佫会爆硬吼，所以你若淡去可能会发芽就对啦吼。
1642年11月23号，吼，我才问一下阮老母，看因捌做过田的，绝对会记，我实在是袂记，因为我个囡仔吼。1642年11月23吼，规工落雨，透风落雨，无别项代志。11月24吼，夜间还阁继续真歹的天气，天光的时阵天气也是无好。下晡有2只篷船对淡水河上游落来，透北风。11月25，早起还阁咧落雨透东南风。要到的时阵，像讲要好天啊吼。中尉着航往迄只篷船，要去看讲有照因的承诺再跌啊落来无。搁较重要是要去看迄寡人当中敢有迄23个逃走的死仔人。但是因为风也是伤强吼，坐舢板无法度去迄个落迄只船吼，因为舢板规个拢入水啊吼。离迄只篷船停泊的所在，还阁有一段距离吼。我们使我都到遐吼，到迄只船停的所在遐。11月26。昨昏还阁咧继续透风落雨，天光了后嘛是共款的天气。迄2只篷船的死仔人来阮遮吼，因敢若为着要早跌下来，因为因还阁欠一寡债务吼，所以着命令因爱付清迄寡债务。嘛问因关系着迄寡逃走的较可怜人吼，但是回答讲拢无看到因啦吼。又阁讲，含居民也无交易到黄金所在，只敢有硫黄吼，无其他的物件吼。这是死仔人吼，来吼。下晡翻译完巴洛含即个瓦迪奥，就是瓦岛啦吼。头前位即个出现即个瓦岛，即马佫加一个名叫瓦迪奥。OK， 翻译完吼，巴老含瓦迪奥又阁该动4个西那社的居民来处队。我敢若拄则有看到一位老朋友入来，但是即马佫无看。你开来看。讲下晡吼，翻译完巴老含瓦迪奥以及其他4个西那社的居民来到遮。其中包括迄个头目叫做盖基勒吼，中尉着问伊关系着迄寡逃走的较可怜人的代志。伊讲已经到山里谷里，潮州中间会含树林内底去找过吼，拢无看见因吼。因请求阁互因一面旗啊，因为还未去过人吼。本个月21号，因填证土地的时阵，中尉捌答应要互因吼，但是即嘛无旗啊，通送互因。所有的村社拢答应讲，会搁再一摆派人四过去找迄寡较可怜人，嘛搁再一次提醒因吼，爱遵行叫因再运50只厝的即个网价会跌啊落来即个命令吼。若无呢，会引起阮的生气吼，引起阮的大生气吼。因答应讲会遵行因的诺言，因为即寡代志以及因的填证土地吼，阮着赠送一匹蓝琴吼，蓝琴布含即个2包薰草互头目卡克勒加基勒吼。家己落，因接受礼物了后，就转去西那社，并且讲明仔载会搁再来。西那社是啥物所在？我都袂记啊。
11月27暗时啊，有时还佫会透大风。天光了后，天就较好啊，吼，天气就较好啦，吼。有2个居民载一只艋舺对鸡笼来，吼，再来一罐饼，报告讲是昨昏离开伫鸡笼的，吼。又佫讲，just 对陆路转来，应该伫咧日头落山的时阵会转来到厝底，吼。即个日头落山即个讲法，吼，你看即台湾人到即嘛改不过来，吼。日头落山，就是因为因住伫咧山的东边嘛，吼，就是福建遐啦，吼。伫台湾当然无可能落山，台湾的日头拢是落海，吼。哎呀，读到对。讲应该是日头落去的时阵，就会转来到遮吼，所以就赠送因5个人吼蓝色的空眼布，含2包细细包的薰草吼。下晡就是11月27下晡，也有2个新仔人带领20个居民对马达马岛社吼来厝地，因要求互因一张字条来退代一面旗仔。但是因为因无停种因的土地，所以就拒绝因，并且命令因爱去找迄寡逃走的较客钱人。对此，因答应会去找，并且甲因讲，如果因所停种的，因所送互因的土地啦吼，都会互因一张字条吼来退代迄面旗仔。因为厝底无红色的空眼布，但是送互因一包薰草了后，因就带咧离开咯。11个礼拜，我咧想讲奇怪，下底若佫有一个，好，等下讲。11个礼拜吼，昨暗一直透风落雨。所以，即个城堡4月咧漏水，特别是纳米什么意思啊？虽然用迄只防船的草棚吼盖起来，但是因为继续咧落大雨，所以无防站吼，也是漏甲真厉害。要伫咧4、5位吼水流入来的所在放水桶、放水桶啦吼。用来保护迄寡米，早起也阁是排天吼。要到的时阵 ，Juice Day Hunt 含迄寡野蛮人吼，就是平埔人啦吼，对鸡人吼，解动一个鸡人的士兵转来，伊为着要了解路况。经由陆路转来，同齐带来3000个衫仔裤甲一个纽啊，一寡篷布的丝线吼，一细管仔一个零油含2本纸张，2本纸吼，写批去要求的两个较客群人含一个金宝里社的翻译员，嘛同齐来咯吼。一张内批含一张伊要送互台湾的长官 Traldenius 阁下的内批，上述一寡人吼，阮好招待因一顿，阮好招待因了吼，因为因经过特别困难的路过来吼。下晡，荷叶土库积水一尺悬吼，伫积水以前吼，无偌久要去看过，再去看过尔吼。虽然讲继续落大雨嘛，毫不迟疑，完全无犹豫啦吼，就甲荷叶等等拢搬到顶面来吼。暗时啊巡逻的时阵吼，看到踩伫即个玛利亚灵堡顶的迄两大炮已经下陷，就是陷落吼，陷落吼，
连泡口吼、泡空吼、泡喙吼，拢去浸着水啊吼。今仔选出来因的即个泡价吼，城门落来，叫要去流出因的泡价吼。城门叫要落来，看不介有，因为继续你著雨水甲茶板含竹仔的地板下面的土大量流失，所以地板著落下陷吼。因此，阮要甲迄寡大炮拖入去城里吼，拖入来即只啦吼，以防意外天气悠然变化无常。哎咻！10点13分。等下我先休一下。哎咻啊！11个，我11个礼拜读煞吼，结果呢，一个小标题吼，因为这足奇怪，因后一篇变，咱即读到11个礼拜嘛，后一篇佫是11个21吼。咱来看顶头一个小标题，咱来看者吼，讲 Jews they hunt 关系着处地经育路前往贵人所看到的道路情况的报告吼，所以又佫来佫是另外一个人的报告吼，就是要去贵人所行过的路的报告，应该是对即个17日去的吼，水灯卡啦，17日嘛，当然迄当阵，好，咱来看吼，11个21。带一个名叫做三哥的即个西拉社的野人吼，对淡水出发，行过野地，经过一段好的道路，4条小溪和1条河流，伫8点钟的时阵来到海岸边，沿着即个海岸前进吼，海滩啦吼，经过几条细条溪，来到旧年和队长 Jan。带领2队士兵休困的所在，越过迄个弯夹，看见有一条河流的小沙滩海边，搁绕啊进前有6间拉人，就是帕拉的人吼，的小厝吼，起伫一条称作 Arrow E-R-O 吼 Arrow 的河流边啊。对遐就是充满石头甲焦少的歹行的道路吼。即暗伫一间拉人的即个小厝内底过暝，即个小厝被称作是马勒美。11个22。11个22。早起因出发吼，道路和头前相像吼，一直来到一个小沙滩的海边。迄个海边被称作 Berry Garden 吼，伫遐有一条大河流，越过迄个弯夹，行过一座大树林，甲一座小山吼。伫迄座树林内底靠北边的所在，有一个小小的即个沼泽吼。沼是竹吼。我查一个沼泽吼，沼泽的沼读做沼吼，弯滑的水池吼叫做沼，鱼池、饲牛的所在吼，拢叫做沼。
伫咧迄座树林内面靠挖北边的所在，有一个小小的即个沼泽吼，沼泽嘛，沼塘。等下我早一下带你大书店看沼泽敢有别项讲法。等下吼，早一下沼泽。沼泽无看着吼，哦，沼泽伊竟然有，我即马用即个沼泽吼的鬼色吼，去查词典内底看鬼色有用着沼泽即两字的吼，结果出来一个词吼，叫做鬼仔丢，鬼的稻子吼，鬼仔丢。鬼色讲叫做新竹桃园所在吼的沼泽，沼泽就是我对头讲沼泽吼，沼泽。杂草当中，家己家己发出来，家己所发的即个丢啊，叫做鬼仔丢。无人种，家己就会大汉就对了。好啊，10:19吼。11:23，早起搁再一道。爬即座悬山，又搁来到海边吼，就是搬过即座悬山来到海边，是一条充满石头和沼泽的非常歹的道路，一直来到 Barrack 的道路拢非常的歹。即个 Barrack 是伫个鸡人正对面的一个弯角。你登迄座山了后，吼，都要行真侪水深到腰吼。伫个水里呢，必须要行半点钟，然后才来到一个称做松谷的即个碉堡。即个碉堡已经被西班牙人拆歹去吼。伫个11点钟来到金包里吼，对遐看过去。约落伫个中昼时阵来到萨瓦多尔城堡，佮继续即个塔马斯佩多伫个淡水所写的日志吼。顶头这日志是，好，来继续读咧吼。1642年11:29，早暗含今仔日规工拢还阁继续你继续即个歹天气，一直到下晡吼，毋是一直到落雨透风落雨，即个城堡的即个土围膏啊，含即个石块拢受到损坏吼。11:30号，犹原是歹天气。12:1，这是一种变化无常的歹天吼。12:2号，早起好天，有晴朗的日头，所以就派士兵 Hans Gall 介绍2个野人送一张批去互美乌尔哈罗斯吼。因伫个早起9点钟坐即个艋舺出发，对水路前往鸡人。迄寡芳船嘛落来吼，中昼下晡啦吼，中尉去检查全部迄4只芳船吼，查看因的通行证，啊，各坐几个人吼，拢来计算。看是毋是有符合吼，并且4过拢咧找人相拍，继续吧吼。对顶面到下面吼，查看是毋是有较早捌逃走的即个艺人吼。
但是呢，拢无看到哦。所以迄寡新仔人宣称，伊无含野人交换购买黄金吼，才有一批竹啊。又搁开始透起强风，伫个马里亚宁堡尽力来尽力来填土去咧吼。这是12月2号。好啦，我12月初3吼，敢若一句话叫做“还阁继续咧透北风、透强风甲变化无常的天气”吼。12月3号，咱读到遮啦吼，后壁阁落长吼。为什么读到遮？因为我实在足爱困，读到爱困，实在足歹势吼，读到拢爱困。我咧想讲是毋是提早9点半、8点半读到9点半，但是安尼可能伤早。不要紧吼，阮遮11月，哇，即嘛才9月尔，9月底，11月才会超时间，就是即嘛，比方即嘛是10点半吼，那超时间了后，即嘛是叫做6点超做5点，所以就是10点半变成9点半，我食9点半，变9点半，安尼我着较早吼。好，安尼今日读到遮吼。好。阿关紧去困。好，多谢，休困咯，回房。多谢阿关，多谢大家。